这边这边。你三大运动定律都忘概要啊？牛顿三大运动定律教完了吗？来，加二，我考你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哦。这个问题曾经，在我们理化教师的教师甄试啊，我们口试委员问那老师，就来考的老师，不是答不出来啊，他那答对答不对，我们一定都知道。好，这个问题有点，其实蛮难的，但是好像观念性的问题。牛顿定律型 F 等于 ma。外文的题，牛顿第一运动定律是不是第二运动定律的特例？牛顿第一运动定律讲说，没有受力或合力为零的情况，它是不是就 F 等于零？那这个物体本身就不会有加速度，就会静止或者等速度运动的，因此是没有加速度嘛。那就牛顿第二运动定律而言，它不就是原点的一个特例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牛顿讲那个呢，很搞背呢。我明明一个运动定律，你把原点的特例杀出来，有多一条定律，是不是你以为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听起来较贵？牛顿两大弱掉了，可是你要拿特例来，那也不对啊。你应该是这个是第一运动定律，然后那一个才是1跟2应该对调啊，是不是呢？那才对啊。特例怎么可以放在空力的前面？好，去画埋。我来讲，一定不是啦，妈那是那个，是这个几百年，200-300年来，我们怎么会让牛顿这样乱搞呢？你如果要举出哈，最明显，刚才诺贝尔奖业杨振宁过世哈，已经快10年哈，杨振宁研究的学问其实那个有点难，它是核物理的原则里面有弱作用力啊，那弱作用力的宇称不守恒，这个在中研阶段不会提到。不过如果要举出，他不够格啦哈，也很厉害啊。但是如果要举出划时代的3个科学家，大概科学界毫无意义。这3个怎么排名有问题，但是前3名绝对没有问题。牛顿其中一个，另外2个你要拿着。爱因斯坦应该有吗？还有一个，你们下学期会跟他很有关系，因为你们接下来要学电磁学。特斯拉。马克斯韦尔方程式，为什么他很厉害？以前电归电，磁归磁。马克斯韦尔写出一个他的方程式，把电跟磁并成一个力。我们物理而言你这2个，单说宇宙之间4种超距力、重力就是万有引力、电磁力、强作用力、弱作用力4个超距力。爱因斯坦临死前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说他认为上帝一定不会那么复杂，弄出4个来，只有1个。不过你怎么把它弄成1个？科学很简单，你只要可以用1个式子来描述这4种力，它就算1个。所以依照电力归电力，磁力归磁力一直到马克斯韦尔方程式写出来之后，它可以把电力跟磁力统整在一组方程式里面，从此电磁力就合在一起了。所以这是划时代。
牛顿力学是第一个等于科学的一个先驱啊，包括那三大运动定律，这蛮划时代的。爱因斯坦跟讲质能守恒，他发现质量跟能量居然是可以互换的。那种划时代先驱啦，尤其爱因斯坦写出的相对论吼，相对论伊讲前期下出来是伊讲全世界没有只有3个人懂相对论。这出来一个问题呢，诺贝尔物理奖的评审都不止3个人，诺贝尔物理奖那个评审看得懂相对论吗？看不懂怎么办？我问你看不懂的东西，你敢不敢颁奖给他？好像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可是看不懂代表什么？你不知道对啊，不对啊，把为后世证明说错了，你还颁奖给他？你们下去下去，人家就笑你啊，那你真的看不懂。可是，看不懂又表示很伟大，对不对？不颁给他又说不过去，怎么办？不愧是诺贝尔那个评审委，他用了一个什么方式，你知道吗？他照样颁奖给爱因斯坦，但是用了他另外一个他们看得懂的光电效应。光电效应也是很微，它光电效应是在讲什么？光电效应是在证明光的粒子性。依照牛顿说，光是一种波动，可是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证明光不是波动，它是粒子。如果它是波动的话，无法解释光电效应。最后光到底是粒子还是波？最后对家的结果是光，包含光，任何粒子都有波动跟粒子的二元性。还有德布罗意耶父子波理论，到近代物理统合是这样。好，所以牛顿、爱因斯坦、马克思韦尔这3个上面摆第3，这可能有的吵，但是他们3个是前3名，在科学界没有任何疑问。好，咱来看咱的地科。迄个我要讲一下吼，无交爱交，无时就。今仔分互你的第6章，我小讲，恁今日组合啊会，因为在你们班我还没看到，目前教的我还没有看到说合乎我的标准，但是早上10班有10个人，我都有颁奖给他们。我下次我要征求他们的同意，我才能分享他们的给你。这爱合法，我袂当。当然他们不会跟我告什么的啦，但是就法律上而言，我要取得他们的授权，我才能把他们画的东西拿给其他人分析。你会当观摩，我嘛会互你看。这种为你家己啦，这种为你家己，你亲自组合起来，对你都有公平的啦。好，咱第2次段考第6章课程足满，因为咱的周次足少，好咱知拜2无放去迄个毕业典礼，无去看。所以咱讲一下，咱来加速先。好，咱另外讲到物理力球分成3个，哪3个？从外面数过来是什么？对比地核、地海、地核咱刚才讲到岩石圈跟软流圈，这两个分法差别你要弄清楚荷兰行宫，荷兰行宫的由来第18世纪的时阵有一个叫韦格奈提出一个叫做大陆漂移说。他说2亿年前我们目前所有的大陆都拼在一起，
都拼在一起，是一个叫做盘古大陆。从2亿年前开始闹分裂，一直裂到变现在这个样子。伟哥啊，这大陆漂移，他一提出来要，哎呦，欧北共大陆又不是，大陆不是浮在水上的呢。这个以前科学家知道，不要说大陆啊，连那个岛屿都不是浮在水上的，它底下都连着地球呢，它怎么会飘？你知道韦格纳是研究什么？他不是研究地质哦，他是研究气象。更严重的，一个气象研究气象的人，你要知道，你不要说气象跟地质都要用地球科学。对于那个博士而言，气象跟地质学简直10万8千里了。所以我们讲博士美拉公博士来，根本一点我那个想转过来是很专的啦。依照我研究为公，我的博士论文是写苍蝇左眼，所以你不要问我右眼，右眼我不懂，我专门研究左眼而已。这种已经夸张啦。不过这也说明了，气象为什么会跑来研究这个？因为韦格纳发现一件事，他在研究气象、古气象的时候，他去研究冰河的遗迹。你竟然发现说，非洲跟南美洲，当你把这2块大陆拼起来的时候，它的冰河遗迹是连续的，不止冰河遗迹，山脉走向、矿产分布，甚至连化石在交界的地方都是连续的。你像这化石，北向龟啊，北向游泳的，你嘛讲，我伫非洲遮住甲袂爽嘛，我游泳过南美洲遐搬厝，所以摸到同款的化石没有，所以他认为当初他们就是连在一起的，他们当作连在一起。可是人家问他一个问题，他会飘开是风吹他吗？还是你去推他的？你的动力怎么来？哪来的动力可以把大陆推开来？韦格纳打不出来，所以到细哦，也理论拢红束之高阁啦。无人要采人讲你个，咱台讲迄好笑呀，我袂讲的啦。你个根本不是那个正确的理论。后来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发明了一种武器叫声呐。一个用超声波类定位嘛。讲起来，咱人类做 BI 呢，我们的最尖端的科技都是用在杀人，也就是用在武器。只有最尖端的武器过时了，淘汰到民间，变成民间最尖端的东西。我们所有的经费，最尖端的人才，最多的经费，研究出来最高的科技，都互相残杀好，这讲起来做 BI。所以声呐动态是些侦测潜水艇呢，后来战争结束之后，声呐作为和平用途，才转成和平用途，用来干嘛？捕鱼嘛，侦测鱼群嘛。还有一个声呐可以侦测海底地形，否则海底的地形，你怎么知道啊？那你有没有在要把海水抽干啊？那我就知道它的地形哦，陆地可以画地形，我海底怎么画地形？不过另外说不可能哦，在声呐还没发明出来之前今天我们这会这些扛腿哦，英国做过这个工作哦。1战到2战之前，英国是号称日不落国，英国海军是当时击败葡萄牙之后变成全世界最强的哦。所以英国那时候决定做一件事，我要画出海底地形。迄阵无声呐，你要哪里拿到位？土法炼钢，
叫伊的军舰开出去，美国位准备3长的梭啊，把那个锚一路放下去，到底了，放完了，记录，再往前航100公尺，继续做同样的动作，就这样由点和线，由线而面，扫过整个包括太平洋、印度洋、大西洋，把全世界的海底地形画出来哦。精度是100公尺。一个航行到日本边啊吼，迄梭啊放袂惊，因为太平洋平均深度3、4千公尺，结果伊梭啊放它1倍，超过1倍了。他说。惊死啦！日本旁边为什么这么深的一个洞啊？结果扩层面的时候，才发现那不是洞，那是什么？海沟。所以那时候有声呐之后，找到一个全世界最高大、最长的山脉，不过它在海底，就是大西洋中间的中央值。这座山脉几乎从南极到北极，比喜马拉雅山长多了。不过它在海底，只有在冰岛这个国家露出地表。找到海底地形之后，科学家提出了海底扩张说，也就是太平大西洋是一直扩张的。问题就来了，你扩张还把2个大陆推开来嘛？所以不是大陆飘开，是因为海底扩张把2个陆地飘开。可是你还是没回答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，就是动力哪里啊？谁又把海底扯开了？一直到后来地质学家找到岩石圈跟暖流圈，才发现原来动力就在下面的暖流圈的流动，相对流动。就造成岩石圈，就是咱讲的板块。所以综合而成，从大陆漂移说到海底扩张说，最后到板块构造学说，原来是板块的相对运动，板块上面有陆地有海洋，所以板块相对运动就造成大陆的分裂跟海洋的扩张，都是板块在移动。谁在它移动？它的这个暖流圈。你买暖流圈手这种水哦，我可以用一个麦芽糖来形容。麦芽糖是形状会变，会嘛？可是很黏，对不对？它就这样。那岩石圈呢？完全不会，完全冰呢，完全冰。所以岩石圈跟暖流圈是用什么来分？它的固态状态来分嘛？单讲它背顶的它热没啦，这硬的是软的啦，这是有可塑性的，这是完全没有可塑性的刚性的啦，物理上它有这个刚性。岩石圈广告。100公里，100公里，平均而已哦，有的很薄的接近地表哦，平均100公里，暖流圈平均200公里。好，咱对照到咱讲的地壳、地函、地核，地壳的平均厚度多少？啊，35。地壳平均厚度35公里。大陆大概35啦，海洋只有6到7而已啦，平均起来20可能还不到。岩石圈100，所以我是没当讲，所有的地壳都在岩石圈里面，无对吧？上高的地壳嘛，30、40。可是岩石圈是100，所以对照岩石圈，唔啦包括地壳呀，
它还包含了什么？如果这样对照过来，这边是我们上次讲的固体地球的分层，一个有包括啥？咱讲最外部，还是你讲最上部嘛？的地海。啊，你讲这最外部地海，这有内部地海，100加200偌济，300嘛。咱地海偌高，2900多，总共3000多，所以这300是叫地海，多1/10而已嘛。所以它不是内部哦，它还是外部哦。这整个都是在最外地球的最外部哦，只是它是外部，可是不是最外部，因为最外部是原子圈，所以这个流圈绝对不会到地核了啦。那种外口的代志，那种最外层的代志，不过最外层的事情就影响我们很大了。你如果地核，你看强瓦病那边流来流去，我们地表没有什么感觉。可是你如果是在我们最外层发生的事情，那就跟我们相关哦。包括我们3不时会摇来摇去的地震，这种是它造成的哦。所以这2个分层清楚哦。这是用状态来分，这是用状态来分，这是用什么来分？单定位共为组成成分来分。分法不同，就有不同的分法。这原子圈可是板块啊，这交接带是由什么来分呢？清楚哈？它既然是一个固态，一个熔融态，它是根据哪一个物理量来分？你们猜猜看，你有没有想到？哪一个物理量会影响到原始的状态？温度，高温会溶掉。所以比起原子圈跟软流圈的交界带是间的危险，1000多度啊！详细数据要有1000多度，等等危险。再高它就成软流圈，低于这个温度。就是原子圈，所以这个温度绝对不是同样的深度，它一定是变动很大。再来，所以咱这原子圈就是咱讲的板块，咱的板块分成7个大板块，跟20-30个小板块。来。7个大板块省略，跟看课本，咱用地球的地理常识省略。咱形成上大一类板块，也是所有板块里面唯一都是海洋，没有陆地的太平洋板块。所有板块里面最大的，而且只有它全部都是海洋。没有大陆啦，不能说没有陆地，它上面有岛啦，但是没有大陆。来省过来，太平洋会压加省过来，欧亚大陆，所以欧亚板块，南边给印度、澳洲，印澳板块，印澳的旁边往西边是非洲对吧？非洲板块，越过大西洋，美洲了。北美板块、南美板块，春节稀有的家，南极板块，7大板块，来咱跟省节太平洋、欧亚、印澳、非洲、北美、南美、南极，7大，小的。你知道几个？因为咱台湾是滨海，对，是菲律宾海哦。
多水啊，它下这菲律宾呀，把这个海吃掉了。菲律宾海板块，我们台湾是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，这个大板块跟这个小板块挤出来的，变成我们台湾。好，好，所以说来咱就讲，所有地质现象在板块的交界带会出现很多精彩的地质现象。我们很荣幸位于这个交界带，这是荣幸啊，不幸嘛，在。所以咱来得当嘛，就是这样。你三不时摇来摇去，你都认为很正常嘛。有些地方不会哦，有地方住一辈子不会有地震哦。你若住遐的人袂敢来台湾佚佗，好是毋是拄啊地震，摇一个拄啊惊破屎，无你定来去摇啊，你也袂感觉安怎，对无？伊个拄怪，拄有地震，拄住在高楼层。随便一个3、4级摇下去就晃死了嘛，吓坏了，所以我不敢来台湾。都有专程来台湾看红台的，有的所在一世人嘛未看到红台，无的所在看到暴风雪。你一世人嘛，你也无离开台湾，你嘛未遇到暴风雪。那个外国会暴风雪哦，停课哦。我们是台风停课，他们暴风雪停课。为什么他暴风雪停课？因为他家的门打不开，他没办法出门，那个雪积把他家门堵住了。所以他那天停课，你嘛没用做事。看电影那无少的代志，伊个爱杀一个铲子为窗户背出去，把他家门口的雪一路铲到车道上，就这样铲了一天。好，暴风雪停课。来，这是板块的交界，咱分3种。来，第一种，咱叫做这个名词你会当讲分离啦，嘛有讲张力，这个受到拉力的影响。它就拆伙就对了啦，两个板块就拆伙了，各分东西啦。第二类相反，推在一起，叫做聚合。第3种课本无补充说明，课本今日内容伤多读袂了，不过旧教材有，所以你们要有时候会做到这个题目，所以我们也补充一下这个。错动性板块交界带，错动性来平移错动，错动性板块交界带。来，分离会产生什么？海底火山冒出来，形成中央极，把两边海洋闭合推开，这个分离，所以有中央极。上长的中央极是大西洋，太平洋有中央极，无大西洋没它的。中央极中，因为闭合撑开来，它会产生一个裂谷。这个裂谷，你若是陆地，你若是海，就无啥，迄拢是海水嘛。你如果在陆地，像冰岛。冰岛已经离开海边的冰岛裂谷，你如果到冰岛那个火山正中间，你看到那谷是深不见底的哦。你若失主下落哦，你若失主下落哦，你的同伴惊死，用无线电来你 call 我，同学你还好吧？就有你讲，好，我还好，还好你有声音，我说不是，我还在下坠途中，还没有到底啦，那个很深。张裂性板块交界带，所以大家好，中央极就是指那座山，裂谷就是那座山中间它因为裂开来的，
我袂接受啦，就是安尼啦。迄两边山啦，中间的裂，我以为伊连相互加起来，要把原先的山把它撑开来啊。聚合这个板块最热闹。好，我们就是站在它上面。我们台湾就是菲律宾海跟欧亚聚合，聚合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来，聚合分两类。如果海洋地壳碰上大陆地壳撞在一起推挤的，它会产生那个话讲的海沟。上大的跟我讲的日本海旁边的马里亚纳海沟。马里亚纳海沟深度最深的地方1万多，好像12000多。那喜马拉雅山8000多都填不平它。人类有没有下去过？咱有类过哦，咱有，不过次数屈指可数。不到这个，为什么那么少？因为底下没什么。看老肯定有算计，我们是要下去5万次了。底下什么也没有啊？有啊，有一些那个鱼类哦，生物哦，居然可以在下面活着哦。但它们都没有眼睛，眼睛退化了，不需要眼睛的，那个地方没有光线。它青梅深海，那深海公母海绵宝宝住在深深的大海，卡通哈乌人类第一次下去是在2战那时候，那时候发明了潜艇，造了一艘小潜艇，圆球形放下去。放下去之前不敢讲，没有对外发布，为什么？失败率很高。宾馆载了没啦？一个是一个冒险家，一个是一个美国的海军军官，那是美国的潜艇。沉下去不敢讲哦，不敢讲是因为你如果失败了，我们就否认你的存在哦。讲无，啊，无这件代志啊，两个人就失踪去啊，唔知安怎啊，离家出走安怎？因为失败率很高。那艘潜艇哦，那个玻璃窗是双层的强化玻璃哦，结果还没有到底之前啊，那个外层的玻璃已经裂开来了。你看到安尼哦，两个人要决定说我要继续下沉嘛？下沉搞不好这个月推棺材啊。后来他们想，已经潜那么深了，算了，一咬牙继续往下。后来终于到最深处，到底之后扬起了那个不知道几亿年没有被扬起过的灰尘，还是什么都没有啊？没有看一看，拍拍照上来，那条潜艇北到那个海面那只哦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因为新闻发出去了。我们人类终于征服了海底的最深处，因为新工啦，还没有成功的，还没有上来，就已经消息就出去了。那下去不敢讲，下到你之前，除了参与这个计划的人之外，没有人知道啊，秘而不宣。刚才 Mission Impossible 有讲，如果你们任务失败，我们将会否认你们的存在。后来第二次是下去的是《星际大战》的导演，卡麦隆嘛，他做好嘢，因为拍了《星战》的电影，很有钱，他又很爱冒险，他自己买了一艘潜水艇，感到还是国家的力量哦，那是他私人买的，潜下去。不过他经过好久，那时候科技已经不怕了啦。那时候不知道有钱，那个下去，那时候的科技已经保证没问题了。后来好像中国也派过潜艇下去，我印象中大概最多5次左右，人类到最深处海沟的最深处，马里亚纳海沟
不止它啦，它是最深的啦，其他像南美跟太平洋板块的交界也有海沟了。来，如果大陆闭壳撞上大陆闭壳，它会形成造山运动。来，想要海沟哈，咱用这图互你看。来，这大陆，这海洋，小 K 跟海洋通常在下面，因为一样浪，大陆在上面，这样挤是不是中间就形成沟了？然后这个海洋闭壳，它就下到这边，下到这边会怎么样？这边很热啊，它就被融掉了，所以说。那你想要光海洋闭壳和桥会冷1年，没有超过2亿年的，就是因为它被回收了，在海沟被回收了。好，它在这边融掉之后很热嘛，岩浆会从这边冲上来，所以这边大陆闭壳的上面就会产生火山，而且整个海沟状的，它会形成一排的山。南美的安第列斯山脉就是这样形成的。马里亚纳海沟旁边整个形成琉球岛湖，这一些岛屿都是这样形成的火山岛。来，如果是咱找一个大陆的，这假如是大陆，大陆跟大陆一撞上，谁在上谁在下不一定了啊，看他们当初撞到的时候是怎么撞的啊，谁在上谁在下。不过一撞的话，因为要你陆地啊。所以它一定会把路上的那些东西给它，好像刮一样子的刮上来啊。所以它的中间不再是海沟了，它中间就会把那些东西缠起来变成山脉。所以这个顶管上有名的就是欧亚撞到印澳，产出什么？喜马拉雅山脉。还有欧洲最出名的是阿尔卑斯山脉，来，你想看嘛是对两个板块相容的。阿尔卑斯山脉是哪2个板块挤出来的？阿尔卑斯北边在欧洲嘛，南边是什么？隔着地中海，是不是跟非洲对望？所以阿尔卑斯山脉是欧亚板块去撞到非洲板块，形成阿尔卑斯山脉。这个造山运动，来后边这错动的嘛是常客的，它在那个地球表面不像它有这么多的交界带，都是很短的，唯一比较长的是北美板块跟太平洋板块。产生一个圣安德里斯断层。嘛有人翻这圣安地列斯啊，你找这相它真的很像一个大地的伤口。你看。平你推挤出来，它好像一道大地的伤疤一样。它延伸就造成旧金山大地震的成因。一个旧金山大地震，大家惊死啊，死了多少人？而且旧金山以前没有发生过这么大地震，所以一个旧金山市长请下来看，为什么旧金山会发生这么大的大地震？他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，有的人对面的邻居换人啊，我的对面是。住那个之一的1号的，就它移动了，我变成跟3号对面，结果把这些错动的点连起来，发现是一条线，这条线一直到加州入海，这就是北美板块跟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带，以错动的结果就产生了这一个断层，就产生这一个断层。我来今仔无时间啦，本仔我应该讲迄个，我简单讲一下6之后会讲到折皱、正断层、逆断层、移
一断层，啊，继而性板块就是我们台湾400多条断层都是密断层，包括07921的叫特隆普断层，张列的是正断层，这是第一断层。那继而还会有一种地质现象，就是挤压，但是没有断，没有产生断层，标起一介头筋比较粘稠，有可塑性，挤出来就变成褶皱，好，就变成褶皱。所以褶皱只可能出现在第二种，第一种叫正断层，第二种叫逆断层，第三种叫离断层。好，我认为要改讲正断层、逆断层啊，另外一个记什么上盘啊、上下盘啊，大家都你要看讲推挤还是拉力造成的。好，那你要想一下。